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4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出埃及记第12章21到27节，约翰福音第11章45到5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教里面最重要的节期之一。这个节期始于出埃及的记载，是出埃及前所发生的10大灾难最后的一项。这10个灾难经常的引起对圣经背景不了解的人们许多的疑问以及甚至抨击。但是逾越节对基督信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不但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重要节庆，更是现代基督信仰的重要节庆之一。为什么？我们在进一步了解逾越节之前，我们必须从原始的经文的背景跟基础来想一下。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第一个是一场瘟疫。既然是一场瘟疫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没有人可以避免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因此我们知道那一些质疑上帝不公常常讲说好像上帝专门让埃及法老王以及埃及人这个受到灾难或是说上帝对以色列人就特别的偏心他们都不会有事如同这2年来全世界面对的武汉肺炎一样，没有人能够幸免甚至那被质疑散播病毒的中国也无法避免受疫情的影响。最近这1个礼拜来，疫情似乎又再度的失控，就连防疫模范生台湾也无法在世界疫情当中来独善其身。最近也因为就是有一点松懈，造成了全国疫情再度的紧绷。这几天80几例、100多例都跑出来了。就以武汉肺炎的疫情以及管控来看，我们只有思考如何防范，并且彻底执行，才能免于疫情的肆虐。台湾从过去2年，从这个边界的管理管控口罩政策、洗手的习惯、疫苗的注射、人们的自我要求等等这些方式，让台湾在这2年来能够管控得非常好，成为全世界防疫的模范生。但是瘟疫的这个疫情却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一个大难题，现在还没有结束。第2个角度是一个灾难一场瘟疫，这一场瘟疫对当时候的在埃及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特别是对那一些轻看疫情的人们以及国家。即便是现代也是如此，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那个落后的时代更是如此。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到这个杀长子之灾当中的长子以及头生的被杀死的这些记载，其实都是因为那一些人心里刚硬，他们看清了灾难，也看清了上帝以及上帝救恩的预言。我们如果看最近的全世界疫情的报道，
香港人全部都被迫接受了中国的疫苗，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哈。那在这2个礼拜以来，我们就看到香港疫情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失控，不但有极高的这个确诊人数，就连死亡人数也都是非常的严重极高了哈。对于香港人民而言，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大的灾难。他们可不可以避免？我相信是可以的啦哈。第3，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到的一只羔羊，让我们感到说这个羔羊就好像现在防疫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必需品。在出埃及杀长子之灾的当中，上帝透过摩西宣布了一个防疫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防疫政策。这个方法就是各家要预备一只羔羊，并且用牛膝草将羊血抹在这个门楣上面做记号。不但如此，还说各家的家人要聚集在一起，并且把家里的门关上。用现代的语言，这个叫做隔离。还记得2年多前台湾的口罩荒吧？后来我们有国家的口罩队，不但制造了优良的口罩制造机，好的这个不织布的原料，也紧急制造出许多足够的口罩，让全民甚至还可以提供给国外来防范这个染疫。在这个当中，我们来思考，从一只羔羊，这个羔羊来说是一个牺牲，是一个救恩，也是我们说的上帝是我们这个避难的记号，所以会用羊血在门楣上面来做记号。那这个羔羊血当然是代表一个生命的结束，它是一个牺牲。为了拯救所有相信的人，并且愿意遵行的人们，它也成为那个门楣上面的记号，让瘟疫绕过这些人，使他们不至于遭难。第3个角度，我们看到羔羊的肉，我们知道血已经把生命牺牲掉了，那肉在分享在烤的这个当中，它基本上也是一个牺牲了哈。在避难的人当中，他们需要食物。最近上海因为封城的关系，那很多的超市就被抢光了，大家还大打出手。这当然是一个牺牲的象征，一个记号，因为它提供给人生活的需要，特别在避难的当中，也是一个分享，也是一个慈善的作为。因为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在第3节的时候，你们要把我所指示指导以色列全体人们，在本月初时，每一户的户长必须为他的一家挑一只小羊或是小山羊。如果他家人少，吃不了整只羊，他可以跟邻居分一只，以人数和食量的比例来分配。牧师特别要提醒，与邻居来分一只羔羊，基本上这个邻居不限以色列人，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解释哈。第4个角度，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上帝赐给所有相信的人。圣经说是以色列人，可是牧师喜欢提醒大家，其实这个得到拯救的人，还有刚刚说的邻居，是给所有相信的人，不限于以色列人。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这是有根据的。在出埃及记第12章38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有许多的外族人和牛羊也跟他们一起离开埃及。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救恩
是给以色列人，也给其他外族的人，只要愿意相信、愿意跟随的人。另外，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约翰福音第3章第16到17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可惜的是，那一些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们，还有那种样子，到现在还是存在的。那些拒绝上帝应许的救恩的人，还有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却设计杀害了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人相信了，有人却如同当初出埃及的法老王一样，看了心里却生气，心里就刚硬。因此犹太教的逾越节就在耶稣基督的牺牲下，成了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受难日节期。这正是我们现代在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甚至现代人还有人继续使基督蒙羞，好像让基督再度的受难一样。因为自己的言行，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乎教会整体的发展的需要，以及信仰生命的见证，让基督再度的受损，再度的经历逾越节的苦。诗篇126篇，上主带我们返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像是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啊！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愿含泪撒种的都要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的回来。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逾越节羔羊，让我们所有相信的人们得以领受救恩。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进入救恩，不叫我们成为那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人们，让基督的名声再度的受损。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